曹操同陳宮坐咗好耐，忽然間聽到莊園後面有磨刀嘅聲。曹操話：呂伯奢唔係我嘅至親，而家走咗去，好有可疑，應該去偷聽下動靜。佢哋兩個靜靜咁嚟到草堂後面，淨係聽見有人話：先綁起嚟再殺，點啊？曹操話：原來係咁，咁不如先落手，如果唔係就要俾人捉去領賞啦。於是佢哋兩個攞住把劍衝入去，無論男女，見人就殺，一連殺咗8個人。走到去廚房裏面，就見到嗰度綁住一隻豬，準備要殺。陳宮好後悔啦，話：還得多心，誤殺好人啊！本集播完，請訂閱收聽下集。